嘅嚟到馬年咧2026年咧，我哋又講下咧嗰啲可持續發展計劃係點樣啦。咁啊，你可以查下中國可持續發展計劃啊，中國 ESG 啊，或者香港 ESG 啊，香港可持續發展計劃。咁你可能咧會揾到好多嘢。咁啊，其實以我大概所知啦，有好多人咧可能會因為咧或者大公司啦、大機構啦，特別係好有錢嘅人會因為要做可持續發展計劃，有機會咧交重稅要可能俾多錢政府去維持到咧呢個環保嗰個水平啊。咁啊係啦，大陸係咁，香港係咁啦。反而美國咧暫時咧就冇咁緊要，因為特朗普好反對呢樣，或者有啲州份都好反對呢嘢。咁佢冇做咁足嘅就有啲直情唔想做，或者係咧減慢去做呢個可持續發展計劃。咁我講緊美國嗰邊啦。咁係咯，咁即係呢個少少嘅 update 啦。好多嘅，如果你特別如果你讀過 commerce 讀過會計咧，其實你應該知地嘅咁因為我都做過咁會計啊嘛。咁久唔久都睇翻啲新聞，特別即係 ESG 啊，可持續發展嘅新聞。咁我會知多啲咯。咁所以如果有覺得衰嘅時候咧，我都會講下咁係啦，有中文啦，亦都有英文嘅新聞咁所以唔容易㗎，做有錢人而家因為你要做可持續發展計劃。